是洪昭君、刁贤、杨贵妃，传说这四位乃是历代四大美人啊！古人以珍稀落雁、闭月羞花来形容着因。 可惜我当演剧看袂到因的姿势。历代的四位啊，大美丽，外国的妓女，情的。 庆国的庆声，无人比，我分不出是哦，在当啊是啊。 启禀军务人，大王中着埋伏，用这个保养自尽啊！
怜的美人啊，红颜多薄命啊！相公，啊，大娘啊，你什么时阵来？啊，我哪会唔知呀？你都咧看四大美人图，看甲人拢戆去啊！你哪会知影讲我伫当时来的啊？啊，无啊，我是伫咧想，你是伫咧想啥物？是毋是想讲较顺死的？若生踮即个时代，你就准备要甲因带倒转来做车，对无？对，唔对，我也无安尼讲啊。你这个贪心的风流鬼啊！你无想讲厝内已经有8个轿车美车，啊你心肝内还阁陪反足，是你敢？敢你还要想别个查某呢？哎呀，我一个好大娘啊，有都是苗条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多一个在主不风流呢。迄是阮8个姊妹啊，前世人欠你的风流债。你即摆应该好满足啊，也应该好死掉这条投乡触玉的心。大娘啊，你应该爱知影，人的心啊是牛的腹肚啊，永远是袂满足啊。啊，要无你是想要搁娶新哈？那是无一定哦。缘分若一到咧，啊，桃的运若一来，什么人都无法度去动。你免踮安尼戆想啦。咱这个江南一带，啥人也唔知影讲你这个风流鬼的底下啊，才无人会搁互你搞去。嘿，迄都无一定咯。大娘啊，啊恁8个姊妹，每一个唔是拢互我拐来啊？有道是8美易得，9美难求。迄都歹讲哦。我当然是无要啦，啊，我若是要爱咧，嘿，我会晓过来去娶一个比恁8个搁较水的9美人啦。你若无才调咧，无才调我唔适当。我笑你无这个本领。假使你若是有才调者，我就心服口服，互你娶地狗的。啊？好，大娘，你着搁另外甲我准备一间仔房间等我。哎呀，免笑啦，免笑啦，紧，小我闪者，小我闪者。无啊，你这个风流鬼啊，本当是又搁去调戏人家妇女，互人要甲你讲小狗吼。啊，那安尼嘛还阁无要紧呢。啊，无是安怎？哦，我拄才去看一个查某，
我惊这遐咪昏落去。对，无啊，是敢生做遐歹势？什么摆尔？生做袂顺咱不牙车咧。你这个风流鬼啊，真是山可以成难解。厝内面有8位如花似玉的娇妻美妾，也搁想要到处寻花问柳啊！哎呀，舅兄，有所不知啊！我来这个虎姑山啊，看女人啊，我是被逼的啊。什么啊？敢讲是有人逼你来看查某的？当然是啊，是什么人啊？是大娘陆娇容啊。是恁大某？伊笑我不比伊弟啦，九米是来去。哦，既然安尼，你今仔日来虎丘山，唔都有备而来的咯？当然啦，我来的目的是要来找一个九美人啊。你有把风流鬼啊！你这个风流鬼的外号已经是臭名满天下了，鬼敢嫁你？我当然平生一不偷金，二不偷银。我有一手头香切玉的本定。我厝内面迄8个某哥哥，倒一个唔是心甘情愿嫁互我呢？要娶一个九美，有什么困难呢？你呀、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天生在主本风流啊！用之淑粉易得，天香国色难求。不怕事不成，只怕功夫深啊！好，我才看你有偌深。哎，胡林来啊，下吧，胡林来啊，下来，啊，下。无啊，风流鬼啊，你是有生活的若是？当然是有目标啊！多一个啦。哎呀，拄则跟随夫人身边迄细查某囡仔，其中有一个穿水色的，举止端庄，姿颜贵人，这是我要追的目标啊！啊好啊，你这个风流鬼，我才看你的功夫有偌深。师兄，比如在这个虎丘山办东时，景色十分幽静。我是讲要来去后殿游玩，令你使用店家稍等。是，请夫人入来休息。春香姐啊，夫人即摆正伫咧后院伫咧休息啦，应该爱换咱姊妹来烧香拜佛。好啊，要无咱姊妹就求菩萨庇佑咱四季平安。对啊，无一定秋香嘛想要下一个愿。好香姐啊，我哪有啥物愿通好下？祈求不早，互你早日找到如意郎君啊！我爱啦，你定定要笑啦。好啦好啦，莫甲你笑安尼毋着好。来，咱去来烧香吼。我
心事是去难开。这位姐妹啊，要无咱也来后院小看卖一个好唔？好啊，娘子啊，我想要踮遮加拜一世啊。秋香，怎讲你真是要伫要遮下愿哦？你看啦，伊搁咧笑人啊。好啦好啦，既然秋香若要蹛遮拜，就互伊拜，无咱三个先来去。不错啊，不错。小生世同名印，今年25尚未娶妻，叫不错你就比如我带一个亲像身边这位小姐这么真水的家后，我一定来甲不错你再换金身，答谢菩萨，大恩大德啊！军机共跪掉的，莫非你是有心要戏人阮？嘿，小姐，你言真有差咯。你拜你的本，我拜我的神，所以什么是戏人的道理呢？这位姐姐，就紧啦，对啊，现在，紧啦，你这钱啊怎啊？小弟讲，我会讲，你有讲好大胆，啊，甲迄人我笑遐。就是讲，是啊，你是莫拄甲车查某是？你带我过啊，我请你哦。莫插面啦，紧来走啦。一个美丽的秋香啊，秋香的一笑啊，真美丽，所我动人啊，叫个死心啊。我但愿甲伊哦心相印，我祈求这个愿望。